你知道为什么70岁以后，很多人吃对了，却还是一天比一天虚弱吗？我是刘医师，在老年医学领域工作超过30年，每个星期我都会见到几十位这样的患者，他们吃鸡蛋、吃肉、喝牛奶，但肌肉还是持续萎缩，他们的家人很焦虑，他们自己也很困惑。他们问我，医师，我明明有吃蛋白质啊，那为什么还是这样？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，让你的肌肉衰弱的不是因为缺少蛋白质，而是你吃的蛋白质对你这个年纪的身体来说已经无效了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那些你以为对身体好的食物，可能正在被你的身体浪费掉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你继续用错误的方式补充营养，你的肌肉会在沉默中慢慢死去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路越来越不稳，甚至连拿起一个茶壶都感到吃力。但今天我会分享一个改变了我数百位患者生命的秘密。这个秘密不在药房，不在补品店，而就在你家附近的菜市场里。请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期收看这个节目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，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中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会改变你或你家人生命的故事。首先，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你的肠道就像一块海绵，松软，有弹性，能够吸收你吃进去的所有营养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特别是过了70岁，这块海绵变成了一条钱毛巾，它还能工作，但效率大大降低了。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70岁以后，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能力会下降30%到40%，这是因为几个重要的原因。第一，消化酶分泌减少了，这些酶就像剪刀，负责把大块的蛋白质剪成小块，让身体能够吸收，但老化让这些剪刀变钝了。第二，血液循环变慢了，即使蛋白质被消化了，也需要血液把它们运送到肌肉。我喜欢这样比喻，蛋白质就像货车上的货物，血管是道路，如果道路堵塞，货物就无法送达肌肉。第三，肌肉本身对蛋白质的反应变迟钝了，这叫做合成代谢抵抗。简单来说，你的肌肉就像精力退化的老人，你大声对他说话，他也听不太清楚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你吃不吃蛋白质，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有效利用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即使吃了很多鸡蛋、肉类和乳制品，肌肉还是继续流失，他们投入了营养，但身体的工厂已经无法正常运作了。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答案可能会让你惊讶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改变了我对营养理解的故事。3年前，我遇到了一位叫陈先生的患者，他当时75岁，是台南的退休工程，是陈先生的太太陪他来诊所。他很担心地告诉我，医师，我先生每天都吃2颗鸡蛋，还喝牛奶，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都会发抖。我检查了陈先生的身体，
发现他的肌肉量确实在正常范围的下限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肌肉质量很差。我问他：“陈先生，你相信我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我说：“那我要你做一件听起来很奇怪的事，暂时停止每天吃那么多鸡蛋，改吃特定的蔬菜。”陈先生笑了，他以为我在开玩笑。医师，蔬菜怎么可能比鸡蛋更有营养？他太太也半信半疑，但因为他们信任我，他们还是愿意试试看。我给了他一份清单，上面有7种蔬菜，并告诉他该怎么烹调，什么时候吃。陈先生开始半信半疑地执行这个饮食计划。3个星期后，陈先生回来复诊。他一走进诊间，我就看到了变化。他的步伐更稳了，脸色也更好了。他太太兴奋地说：“医师，我先生现在从椅子上站起来不会抖了，而且他可以自己拿重物了。”1抖，陈先生自己也很惊讶。我本来不相信，但这真的有效。我感觉我的肌肉好像醒过来了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：我们发现的不只是营养补充，而是肌肉的激活。这些蔬菜不只是喂养肌肉，它们能唤醒那些沉睡的肌肉，让它们重新记起自己的功能。这个发现改变了我对老年营养学的整个理解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在更多患者身上使用这个方法，结果一次又一次的让人惊喜。现在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，为什么某些蔬菜对70岁以上的人比鸡蛋更有效。首先，这些蔬菜含有特殊的酶和辅因子，这些物质就像钥匙，能够打开你肌肉细胞的门，让营养更容易进入。鸡蛋虽然蛋白质含量高，但缺少这些钥匙。第二，蔬菜富含矿物质，特别是镁和钾这2种矿物质对肌肉收缩和蛋白质合成非常重要，它们就像电池里的电解质，让肌肉的电力系统运作更顺畅。第三，蔬菜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肌肉会产生很多发炎反应，这会阻碍肌肉的修复和生长。抗氧化物就像消防员，能扑灭这些发炎的火焰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蔬菜不含胆固醇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过多的动物性蛋白质会增加氧化压力，反而让肌肉修复变慢。蔬菜提供的是前进的能量。让我用一个比喻，如果说鸡蛋是重油的柴油，那么这些蔬菜就是纯净的电能。柴油能量很高，但会产生很多废气和残留物。电能虽然看起来没那么强大，但更前进、更有效率。对于70岁以上的身体来说，问题不是缺少燃料，而是身体的引擎已经无法处理太重的燃料了。你需要的是更轻盈、更容易吸收的营养来源。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。2023年发表在《老年医学期刊》的研究发现，增加特定蔬菜摄取的老年人，在12周内肌肉功能改善了27%，而只增加动物性蛋白质的对照组只改善了9%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那7种神奇的蔬菜，你即将知道7种比鸡蛋更强大的蔬菜。这是我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清单。第7名，智瓜 （zucchini）。很多人小看智瓜，觉得它只是普通的瓜类，但对于7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智瓜是个宝物。它含有92%的水分，但这不只是普通的水，
而是结构水一种能够帮助肌肉细胞保持水分的特殊水分子。当你的肌肉细胞充满水分时，它们能更好地吸收蛋白质，就像前造的海绵无法吸水，脱水的肌肉也无法吸收营养。制瓜还含有丰富的钾，每100克含有261毫克，能帮助肌肉收缩和放松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张女士，71岁，来自新竹。她常常觉得腿部肌肉紧绷、疼痛。我建议她每天吃半根蒸熟的制瓜，2周后，她告诉我疼痛减轻了很多，腿也感觉更轻松了。第6名，白花椰菜。白花椰菜被称为十字花科的珍宝，它含有一种叫做硫代葡萄糖苷的化合物，能刺激身体产生肌酸。肌酸是什么？它是肌肉能量的直接来源。年轻人可以从肉类中获得足够的肌酸，但老年人的身体对肉类中的肌酸吸收效率很低。白花椰菜能激活你身体自己制造肌酸的能力，这是一种更聪明的方法。此外，白花椰菜富含维生素 K， 每100克含有16微克维生素 K， 对于减少肌肉发炎非常重要。我常常建议我的患者，如果关节或肌肉疼痛，每天吃1小碗清蒸的白花椰菜，配一点点橄榄油。第5名，迷你包心菜豹子甘蓝。这个小小的绿色蔬菜是肌肉的超级盟友。研究显示，每周吃3次豹子甘蓝的老年人，肌肉密度比不吃的人高出30%。为什么？因为豹子甘蓝含有异硫氰酸盐，这种化合物能减少肌肉中的微发炎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肌肉会处于慢性发炎状态，这会阻止新的肌肉组织生长。异硫氰酸盐就像冰敷，能降低这种发炎。林先生，一位74岁的台中退休教师，曾经告诉我，他的手臂总是感到酸痛无力。我建议他每周吃3次豹子甘蓝，配合少量坚果。1个月后，他说酸痛减少了至少1半，写书法的时候手也不再发抖了。这些小小的绿色球体还富含维生素 C， 含量比橙子还高，能帮助胶原蛋白合成，让肌肉和肌腱更有弹性。第4名，豌豆。不要小看这些绿色的小圆球，豌豆含有丰富的支链氨基酸 BCAAs， 特别是亮氨酸。亮氨酸是启动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开关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问题不只是吃蛋白质，而是如何启动身体利用蛋白质的机制。豌豆中的亮氨酸就是那把钥匙。每100克豌豆含有5克蛋白质和81毫克的亮氨酸。更重要的是，豌豆的蛋白质消化率非常高，达到82%。这意味着你吃进去的营养大部分都能被身体利用，而不会浪费。黄太太76岁，住在高雄。她之前总是觉得没力气，走到巷口就需要休息。我建议她每天午餐时加1碗豌豆。3周后，她可以一口气走到市场，还能提着菜篮回家。她说：“我感觉我的肌肉记起了他们该做什么。”第3名，玉米。很多人认为玉米只是淀粉，但这是误解。新鲜的玉米含有均衡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还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和叶黄素。这2种类胡萝卜素不只对眼睛好，
最新研究发现，它们也能减少肌肉的氧化损伤。当你的肌肉在修复时，它们需要一个低氧化压力的环境，玉米提供的正是这种保护。每100克玉米含有4克蛋白质、86毫克镁和270毫克钾。这个组合对于肌肉功能来说几乎是完美的。我常常建议患者把玉米当作下午的点心，而不是把它当作主食。第二名，朝鲜蓟、洋蓟。朝鲜蓟在台湾可能不太常见，但如果你能找到，它值得你去寻找。这种蔬菜含有洋蓟素，一种能促进肝脏健康的化合物。你可能会问，肝脏和肌肉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肝脏负责处理和分配蛋白质，如果你的肝功能不好，即使吃再多蛋白质，也无法有效利用洋蓟素能改善肝脏功能，让蛋白质代谢更有效率。此外，朝鲜蓟富含菊糖，一种益生原纤维，能改善肠道健康。记住我之前说的，好的肠道就像好的海绵，能更好地吸收营养。我有一位患者，王先生，72岁，原本肌肉流失很严重，在饮食中加入朝鲜蓟提取物补充剂后，因为新鲜，朝鲜蓟不易取得，他的肌肉修复能力明显改善。3个月后，他的肌肉量增加了3公斤。第一名，辣木 Moringa， 这是冠军，是我最推荐给70岁以上长者的超级食物。辣木被称为奇迹之树，它含有惊人的营养密度，每100克辣木叶含有12克蛋白质，这比大多数蔬菜都高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含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，这在植物中非常罕见。辣木还含有丰富的铁质，每100克4毫克，和钙质，每100克185毫克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都至关重要。但辣木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生物可利用性。研究显示，辣木中的营养素吸收率可以达到90%以上，远高于一般蔬菜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谢先生78岁，来自桃园，他原本需要用拐杖走路，腿部肌肉非常无力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用1小时辣木粉泡水喝。6周后，谢先生能够不用拐杖，自己走路了。他的女儿哭着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父亲10年没有自己爬过楼梯了，但昨天他爬上了2楼。”这不是奇迹，这是营养科学的力量。辣木唤醒了谢先生沉睡的肌肉，让他们重新记起自己的功能。现在你知道了这7种神奇的蔬菜，但如何吃才是关键。吃错了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让我教你这几个重要的原则。原则1：轻烹调保留酶。蔬菜中的酶在高温下会被破坏，所以最好的烹调方法是蒸或者水煮。温度不要超过100度，时间不要超过8分钟。如果你喜欢吃生的，那更好，但要确保清洗前净。例如制瓜，最好切片后蒸5分钟就好。豌豆也是，快速汆烫3分钟就足够了。过度烹调会让它们失去活性营养素。原则2：配合好油脂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有些营养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油脂才能吸收，所以在吃这些蔬菜时，加一点点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是很聪明的做法。
我建议每餐用1小时好油，拌在蒸好的蔬菜里，这不只能提升口味，还能让维生素 A、K、E 的吸收率提高3到4倍。原则3，加入天然增效剂，生姜、大蒜、姜黄。这些香料不只是调味，它们能增强蔬菜的功效。生姜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营养更快送到肌肉。大蒜含有大蒜素，能减少肌肉发炎。姜黄中的姜黄素则是强大的抗氧化剂。我常建议患者在烹调蔬菜时加入1小片生姜或1瓣大蒜，不只让味道更好，效果也更好。原则4，时机很重要。什么时候吃这些蔬菜？我的建议是早餐吃1份，午餐吃2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身体在白天代谢最活跃，这时候吃这些蔬菜，吸收效果最好。晚餐可以吃，但量要少一点，因为晚上消化系统运作较慢。原则5，不要一次吃太多。记住，问题不在于吃多少，而在于吃对。即使是这些超级蔬菜，一次吃太多也会造成消化负担。每种蔬菜一餐吃半碗到1碗就足够了。我常跟患者说，你的身体不需要更多的蛋白质，它需要理解蛋白质的方式。这些蔬菜就是那个翻译者，帮助你的身体重新理解营养的语言。最后要有耐心，通常需要2到3周，你才会感觉到明显的变化。但相信我，坚持下去，你的身体会用力量回报你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最让我感动的故事。这是关于谢太太的故事。谢太太今年80岁，住在台北。当她第一次来到我的诊所时，是被她的儿子用轮椅推进来的。她已经8个月没有自己走路了，她的腿部肌肉严重萎缩，连站起来都做不到。她儿子哭着对我说：“医师，我妈妈以前是舞蹈老师，她最爱跳舞，现在她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她说她不想活了。”我看着谢太太的眼睛，我看到了绝望，但也看到了一丝希望。我告诉她：“谢太太，给我3个月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照我说的方法吃，我保证你会重新站起来。”我给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饮食计划，以辣木、豌豆和朝鲜蓟为主。每天早上，她喝1杯辣木茶，午餐吃蒸豌豆配橄榄油，晚餐吃朝鲜蓟，新配生姜。第1周没有明显变化，第2周，她说她感觉腿部比较不僵硬了。第4周，她可以在助行器的帮助下站起来了。到了第8周，奇迹发生了。那天，谢太太的儿子打电话给我，他的声音在颤抖：“医师，我妈妈今天自己走到厨房了，她没有用助行器。”验都第10周，当谢太太再次来复诊时，她是走着进来的，她脸上挂着笑容，手里提住1袋她自己去市场买的蔬菜。她对我说：“刘医师，我的肌肉没有变年轻，但他们记起来了，他们记起自己该怎么工作了。”我看着这位80岁的老太太，眼眶湿润了。这不是魔法，这不是奇迹，这是科学，这是自然的力量，这是身体本来就拥有的能力，只是它需要正确的钥匙来唤醒。现在，谢太太每周还会来看我，但不是因为她需要治疗，而是因为她想分享她的喜悦。上个月，
他甚至参加了社区的健康操活动。如果80岁的谢太太能做到，你也可以。你的身体正在等待你给她正确的工具。如果你已经听到这里，那么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保持肌肉力量一辈子的钥匙。这些不是昂贵的药物，不是复杂的治疗，而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。它们就在你家附近的市场里，等着你去发现它们。我想请你做几件事。第一，如果你已经超过70岁，或者你的父母超过70岁，请从今天开始，把这7种蔬菜加入你的饮食中。你不需要一次全部吃，选择2、3种开始就好。第二，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也许是你的父母，也许是你的阿姨、叔叔，也许是你的邻居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70岁以后的肌肉不是必然会衰退的，它们可以被唤醒，可以重新强壮起来。第三，给自己和你的身体一点时间，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，但它会发生2周、3周、1个月。你会开始感觉到不同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腿更有力了，手更稳了，走路更轻松了。记住，你的肌肉没有忘记如何强壮，他们只是在等待正确的信号。现在你知道如何给出那个信号了，让你的身体重新记起它真正的力量，让它记起它依然能够支撑你，依然能够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谢谢你听完这个影片。下周我会跟你分享一个很多人都在吃，因为对肌肉好，但实际上正在伤害肌肉的食物。记得回来收看，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你爱的人。我们下次见。